来看新竹市的母语协会今仔日伫清华大学办一个市仔推广母语，人客高官带头做生意，拢爱讲台语。现场阁会当听到台语故事、看布袋戏，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医生，今仔日要去救一个人。台顶咧播趣味的布袋戏，台下囡仔看甲真欢喜，人喜洋洋的小学生台语真练长。伊讲是对学校社团学来的。我发现真侪同学，伊拢是硬背迄个音甲迄个歌尔，根本毋知影伊真正的意思是啥物。所以我感觉其实是有效应，毋过嘛是爱了解伊的意思。除了布袋戏，现场阁有用台语做买卖单啊，每一个少年头家拢真认真销界家己的产品。另外，嘛有台语故事通好听。啥物好食的物件？哦，我想要做寿司啦。那你是安怎学台语的？就是我就是做细汉时就开始讲个伊个喊我做伙讲台语，我就学起来啦。主要是讲透过即个母语刺激即种形式，互人伫生活中伫买卖就会使有使用母语的机会，也是加较轻松、较生活化的方式。我感觉这对母语的推动是更加自然。母语协会希望透过活动，帮助民众更加明白多元文化，鼓励民众来接使用母语，让母语永续传承落去。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。